大家好，我係蔡醫生。最近咧有好多人私信我問同一個問題，蔡醫生啊，我個仔嗰個下巴咧有啲短，係咪因為心復合咧？矯正之後咧個下巴會唔會轉翻咧？仲有啲家長直接接埋嗰啲小朋友過嚟問我呢個情況係咪都可以？今日咧同大家講清楚呢個問題。我將結論咧放喺前面。成年人個骨頭咧已經係變形嘅，矯正主要係要改變咬合關係，打開嗰啲心復合，等下巴咧唔會再俾人卡住。但如果你本身就係骨骼性個短縮，只係靠戴牙套，好難變得下巴出嚟嘅。但小朋友唔同，小朋友咧佢仲喺發育緊嘅，矯正嗰時咧佢牙仲係有機會將下巴引導出嚟嘅。心復合係咩咧？好多家長係唔清楚。心復合好簡單個嘢就係上排牙將下排牙冚得太多太實，小朋友嗰個下巴咧發育階段，如果成日俾上牙壓住嘅卡住嘅，佢就冇辦法去向前伸，日子耐咗，側面望過去咧，下巴咧係縮，又短又平又縮嘅，唔係你個小朋友冇下巴，係呢個咬合關係壓住佢，係呢個咬合將佢個下巴壓住咗。兒童矯正點樣可以幫到手呢？兒童矯正帶嚟個變化核心咧就係解決呢個壓個問題，打開咬合，下巴咧就可以有空間，將上牙咧嗰個適當咁向上推一推，等下牙有空間向前移一移，下巴唔再俾壓卡住，就可以自然生長。而咧係引導下巴向前，要把握發育期。小朋友嗰個骨頭咧仲喺發育緊嘅，仲喺生長緊嘅。我哋可以透過呢個功能性嘅矯治器，引導下巴發育期，將下巴帶出嚟。呢個主要針對下巴後縮嘅心復合，但係成年人就係做唔到嘅，因為佢係太牙期先可以，就係牙仲喺換牙嘅期間咧先可以做得到。骨頭係發育緊嘅，放鬆肌肉，令面型咧會更加協調。心復合嘅小朋友好容易唔自覺咁去用力咬牙，下巴咧周圍嘅肌肉咧長期繃緊。矯正之後咧，咬合正常翻，肌肉放鬆翻，合線咧佢會更加柔和。係咪所有心復合嘅小朋友矯正完下巴都一定出到嚟？唔一定嘅，具體嚟睇，小朋友個骨齡、心復合個嚴重程度，仲有冇個咬合問題，所以咧，我會建議小朋友過嚟做個線下個評估，然之後咧就睇完實際情況先可以話你知。第一步要做啲乜嘢，可以去到幾遠？講老實話，兒童矯正咧係最佳時期，唔係越早越好，係啱個時間做啱個時。做得到，我會盡力盡全力去同大家做。時間唔啱嘅，我哋都會同你講清楚。畢竟咧，小朋友少走啲彎路，比咩都好。如果你有小朋友心復合個煩惱，或者唔確定佢下巴係唔係俾壓住，留言或者係 PM 我俾最好建議你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